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搭上一架唔知目的地嘅頭班機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我唔想我嘅將來俾一次考試框死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搭上一架唔知目的地嘅頭班機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我唔想我嘅將來俾一次考試框死。以為係乜嘢有物，原來係大頭佛，吹到個改革幾好，咪又係靠把口噏。難道考評局唔係要我哋難做？溫書冇限度，到最後照樣劫數難逃。又話要因材施教，又話多角度思考。原來要拋書包做功課，等於開書抄。究竟 essay 個評分標準點樣嚟定？就2版字到0分，簡直死於非命。明明大學讀嘅課題，你掹落中六教。大鑊老師冇多提，好似肉飛肉教。你出卷嘅套路，喂真係難捉。時間開始倒數，仲要貼紙咁繁複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搭上一架唔知目的地嘅頭班機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我唔想我嘅將來俾一次考試框死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搭上一架唔知目的地嘅頭班機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我唔想我嘅將來俾一次考試框死。我哋班白老鼠正牌唔知頭唔知路，學位隨時唔夠分，任憑班中出師部，唔使做 SBA， 睇落好似好優惠。成班考生照 PK 試睇遍佈周圍，考試範圍太模糊，所以乜嘢都要溫。新學制第一批冇得睇 past paper 照跟，呢幾個單元你口口聲聲話 OC， 萬一到時你溝啲成班家長等收屍。喺大學收生要求哇亂過亂撞光，睇戲時數要夠，點解可以咁荒唐？校內時都要呈分，我認真唔習慣，咪怪我冇同情心，而家對你立下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搭上一架唔知目的地嘅頭班機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我唔想我嘅將來俾一次考試框死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搭上一架唔知目的地嘅頭班機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我唔想我嘅將來俾一次考試框死。以前大學一畢業個個當你神咁拜，而家待遇爭一字兼夾冇人肯買。讀完書出嚟煙琴蝕得嗰幾千銀，我不如去黃大仙擺檔幫人解簽文。同學不是舊分數，你講得真係好聽，係真嘅，我就唔使申訴，我唔使起到驚。個個同我講讀書係一條康莊大道，我乜都睇唔到，只見一片康莊大霧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搭上一架唔知目的地嘅頭班機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我唔想我嘅將來俾一次考試框死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搭上一架唔知目的地嘅頭班機。第一批334學位要同人爭餐死，我唔想我嘅將來俾一次考試框死。